安台风的食材呢哦，果然人美心更美啦。哇，啊，不喝嘎子就蹭怕了哦。等一下我们边看电视边吃。好啊。你煮一家己吼，是你不用煮的麻菜啊。哎，你煮嘛还是什么？绝对不能咸啊！你绝对不是因为看他拿刀子才这样讲的哦，拿刀子就怕了。马上赢不害，一尬自主。永生。哦，你多一票。快三个生应该时阵有老外阿公有中国的，真的哦有中国中间日本嗰種重嘅啊，係中日本阿公媽嚟講，用團體。那你的小帮手。很好哦。人美姐好哎。对了，等一下也给你外带回去。老公在旁边哦。我们这个虾子很厉害。哦，这真的是炒虾了吧？炒蝦的。蓝队没有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中白跳。今日同歡喜來到苗栗嘅三義哦。講到三義，大家都會想到一些著名的景點，韓國哦，也到邊嘅特產。咁你三號來，等下將來本日今日來賓來紹介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啊，邊個你好？還有林訓吉李師傅。歡迎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三號來分享到我也到邊號係親家茶妹哦。哦。好，一個小曲子到李業子分享。分享。大家好。哇，等一下要好好問他那個頭髮去哪裡做的。哦，三號來，我分享到係兩公婆哦，六家八老龍人米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歡迎歡迎。哎呦。情侶裝對不對？哎呦，洋洋到邊是親家母對不對？茶妹哈。小曲子係客家人。行業啊，李業子咧。第一季没有可是聽得懂一點點，對不對？是。看這個就是最好的連接文化的結合。對啊，咁三年啊，到邊有嘛個好食好料的冇？有了木雕博物館啦，哎呀，聖仙車站的是很好玩的地方。真的，聖仙站好多人去哦。是啊。平常哦，老撩你都懂你。嘿啦，我們講哦，廣東聊上面哦，哎，他們講了好多好吃好玩的，啊，就買猴糕啊那邊。李五潭水庫。哦。也可以去了。啊，改片就蠻好料誒。李五潭啊。韓國改片選頭係咪有油通法？油通法。對，到固定的季節嘅時節啦，它就會落雨鬆着的氣潮。它差唔多了。差唔多咧。好啦，總共呢呀，三年有數位雕刻十分的有名，還加有好食好料嘅，係苗栗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慢活城市，而且台灣只有4個國際慢城，苗栗就有2隻，三年就係其中一隻。馬上先來看一下今日第一個食材嘅物價哦。好，來到新嘢啦，呢邊素菜天菜食嘅東西，打開呢本睇家看一下。哦，你睇物價咩番薯哦？白山啊，白山，你可以發六誒，養顏美容聖品，白山。八二案都散咗，好，馬上嚟分享到有中有白山嘅牛年，係嘅董清標、董太哥，歡迎。哦，清標哥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太哥講真嘅，你係像董呀，像鹽。哎呀，像董。沒有寫錯，對不對？它是當誒。啊，清標，清標當誒。來，你係白山啊？誒，你係白山哈，你係有3種嘅講法，你講山藥。這個嚟講客家話講拔種樹，所以這個嚟是講淮山，淮山。哦，你其實真嘅唔好種，因為我去菜樹講，佢幾隻水講嘅點嘛，上到地都來啊，水落安樣，多辛苦誒。獵種是像獵種是用水管嚟種嘅，一般人獵這邊哈，上海人講種嚟切假色啦哈，是冇用水管嚟，這樣。這條嘅這邊哈切一堆起來，基本炒啊，其實按哪一種是做的？啊，像你喺淮山做啲做埋料理嘛？哦，對啊，淮山哈，用草啊做的，用竹筒嚟燉筒也做的嘿。冷盤沒做的。係冷盤嚟，留嘅瓦薩比嚟向下嚟未好食嘿。啊，今日帶來係乜嘅？誒，哦，竹筒嘅竹筒，來，哦。面面呢？又係用真件嘅幾皮糖去做嘅，你係用幾用？你家下就食落去哦，誒，切隻化開來呢。
很沾到。哎，其实讲真紧哦，人家淮山哦，没有牙齿的人也能吃哦。讲沾到哎，这种用班好吃吗？好吃，好食。好吃，好吃。好食吗？好食。我啦真紧好食。哦，既然來到3月咧，見頭擺唔止講淮山係一種出名嘅食材，馬上呢就拿淮山來進行鐵管嘅料理挑戰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事，一家之主送出嚟。好，講到淮山呢，一個美容聖品哦，太自家都當好食，尤其呢到日本料理地度行卡喺當接看到，來談看那風吹帶來嘅料理，我都馬名嘅咧。山藥五行時蔬，哇，已經當獎巴拉必博。在隨便暗瘡哦。哦，來談看一下咱最近有兩公婆會帶來嘅料理係乜嘅？淮山炒亮蚬。哎呀，今年咩神仙哦，係亮蚬。我們特特空一隻期待。好，太自家有信心嗎？有哦，好，我愛你啊，台上哦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。剛按鈕的話呢，淮山變化動多，唔過人家有講到，我們這邊是巴拉必博誒，多樣的時蔬，來看下嘛。見到馬上師傅都轉到個前輩咧。在前面削可以啊，在前面。對，躲個前輩，唔怕，不用到做到掉到這個盤子上。要煮水係嘛？煮水。我發現到幾條漢用牛奶呢嘛？沒有。哦，幹嘛改？椰奶。怎麼會有情感？感情暗厚啊？對呀，哇，連講話都是你們先成為好姐妹，再強迫小孩子結婚嗎？不是，沒的。先，他們當然不會講自己強迫小孩咯。沒有，緣分呐。哎，小孩子的緣分呐。哦。親家母人很好啊。啊，等一下個椰奶會做乜嘅啊？青蘿蔔醬用上去。炒好時候哈加進去啊，味道。哦。有奶香，椰奶香。那做乜嘅唔會加牛奶啊？牛奶啊？為什麼不是加牛奶？不是啊，牛奶沒有那麼香，椰奶才有椰香，椰奶香。好，等一下張都做來了哈，好，等下回來這水哈。好。哦，哎，兩隻色木嘅淮山哦，哇，紅色的哦。這個是自己染色，還基本上是調出嚟啦？本身的啦。哦，本身就安尼色。哎呦，hann自己帶豆二來哦。你剛偷笑係嘛意思？要當用心誒，你咪知人家都不卡喺做乜嘅條路啊？啊，係啊，乜嘅條路做做生意咧？做生意暗好哦。想了啦。阿爸土家青菜，人很多做乜嘅人都嚟做啊？天數做完咧。係啊。啊，等下因為加工炒兩鮮係冇？係啊。兩鮮啊。兩鮮啊。嘅豬肉。豬肉還有乜嘅？可以下冇？好。等下豬肉不敢，哎，你看一下。這個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等下係蔥版的嗎？哎，豬頸肉啦。豬頸啊，哈。啊，等下你要切薄片的嗎？嘿。好。啊，另外一鮮呢？另外一鮮哦。哈煙哦。哈果凍台針誒。台針哦，你係粗蝦係嗎？咩？哇，準備啱台放嘅食材呢哦。果然人美心更美啊！哇，真的是容人美耶！是哦，你要容忍他，是不是？哦，唱法出10號以後了哈。以後啊，擺盤啦。哦，擺盤，好來盤到底哈。花葉冇花葉。遇到人美，大家口氣都變得懂哦。煮啊，哎。快一嘛。來，哪一手快的？好，這個快，那個阿哥他好內向哈，哦啊，等下肉片切好之後會滷過嗎？哦喲，好，先幫你滷一下，切一下。好，好來了。哎呦，黏哦。這為什麼會顯通嘞？這樣哈不會黏黏的了，這山藥哈會。可是黏黏的不是它的營養嗎？就跳會學個一下子就好了啊。那等一下該水會用嗎？這個水啊？不要了，嘿。我用炒的嗎？嘿，用炒的。哎，該係5步的係嗎？嘿，丁香。哦。丁香。
冰箱等于说那个鲜比较鲜呐，鲜味了，不能都素的嘛，一个那个鱼香味，哦，有一个鲜味。哎，假使做菜没做的啦，可以做菜出来师傅哦，可以跟他互相交流。哦，好，有嘛？有有，會會，有会怎么改？啊，要炒。你用啥有必须个马萨卡要煮出来吗？冇呢，一般我請咩較會吧。你擅长什么菜，丽月姐？说一般家常菜啦，哎啦，啊，今天特别这个是，有煮过，可是没有这样煮的啦，什么意思？就比较要倒起来啦，好来，不是啊，可是他女儿嫁到你家要煮菜吗？不用呢，好好哦，要快的。等一下，秀菊姐她有不同意见，来讲清楚。我請沒有小孩子都在上班啦，对啊，婆婆煮比较快啦，30几年了，好幸福哦！我要嫁给那种婆婆会，她就洗碗啦，哈，切水果会啦，收一收会啦。哦，对，全副主要很热煮啦。原来缘分是这样建立的。选老公要这样选。没煮过这个了，我都用瓦斯的，哦，好了，给他下来。哇，你炒一炒这样就好了。对呀，那就好了啊。冻姜哈。对呀。哦。啊，个椰奶嘛个洗这一表。嘿，清了过，清了过。哎，不会炒过下香哦。鱼干，有火锅哎。等一下，这个没有烫的，再给它炒一下。好啊，不喝嘎子就蹭怕了哈。等一下我们边看电视边吃。好啊。哦，因为故意看改片啊。鱼干给它下去。哇！结果他不给我剩下来。有鲜。你最家己吼，是你不用煮的麻菜啊。你煮嘛，那就什么？绝对不能咸啊！你绝对不是因为看他拿刀子才这样讲的哦。拿刀子就怕咯。快三个生應該是就老外阿公有中國嘅。真的。有中國中間日本嘅種重重嘅啊，係中日本阿公媽嚟講，用糖鐵。有鲜。哦，加一个这个鱼干有。记得要吃一下米头哦，4个味道哈。好。椰奶。哇！哎，我们这边快好了。哦。加看你给倒闭啊哈。快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记得有差不多会好嘞哦。你来嘞么？你哎，哈金那牛就先煸一下哈，炒一下哈。好香啊！好香。你最家己吼，是你不用煮的麻菜啊。你煮嘛，那就什么？哇！我就很香了。你好老公哦。绝对不能咸啊！你绝对不是因为看他拿刀子才这样讲的哦。拿刀子就怕咯。其实老婆煮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嘿啦。哦，很香哦。哎呦，辣椒就辣。而且人梅姐又讲素脚冻脚冻流量。介是有。好。记得没分工都冻好的吼。对啊。啊，我该还要停手切东西啊。哎呀。好，哎，该还有冇烫过吼？直接落去吼。直接落去。好。啊。水加一条水。哦有。会加火吗？哦呀。要剪对吗？还用讲究火哦。哦，我们这个是隐形的。等一下是含汤我半夜老公来吃系吗？嘿。唔是。唔是。哎。唔是。哎，到底吼，你不还一家之主黑玛莎？来，等一下不要讨论哦。觉得黑玛莎自己就指自己啊，对方就指对方，好吗？来喽。用啥？好来，马上已经不看一尬自主。用啥？哦，你多一票。没有收看。你真的会做人，你难怪幸福到现在。好了，差不多哎，我来倒数了哈，记得要吃米头哦。来，好，来，倒数了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知识困难题，关地度乃不卡米西考好色嘞。讲到两个快餐的两家料理都冇共用，不过大家都煮的时间都完全能发现一件事情。马改。做下是什么的甜哈？哎，真给。真的，看我们这边呢，亲家家妹用哈，好了，这是看到风水耶。哎呦，看起来当声音咯。试试看呐。你都给快餐的，
脆脆呢。哦，动气呢？这样不会动气耶，好鲜哦。难怪应该他讲哦，听说会加布的啊，加一点点的那种肉味、画龙点睛哦。吃豆酿哎，还不差呢。懂甜诶，甜没甜哦，也个茄子啊呢，咸的咸，咸的咸。你那几吃到嘞？好吃，用哎好吃。形容一下自己这道菜。鲜味啦哈，又清淡啦哈，又健康啦，又营养，又营养，对了，又是跟亲家母一起煮的，对了，爱的料理，对了，对。该下吼，你就讲过一个细节吼，人美姐就一直 on 哦，有嘛该我讲诶，又香，哦，还有那米头啊又香，那个快餐哦，脆，曾经弄到脆呢，阿哥，你吃到咧？东河色，让你半用做的比较起来咧。唔对，唔对还唔对咧。哦，啊，撒下来食款就个地吼。又下日呐，然后该冲朋友啦吼。子星，要真紧当澎湃，他赶紧真紧看，我呛颜色就买最好诶。哎呀，真紧。哦，凉融融的安 Q 哦。东西。你吃豆酿哎，来偷偷的跟我讲，酿版后生，有黏米啦，有黏米哈，又料又懂澎湃。嘿，丽月姐，你觉得呢？给我们蓝队一点点的批评指教。煮得很好，摆盘摆得很漂亮。摆盘是阿哥在摆的哦，男生还是蛮重要的。很漂亮。看到了你们的用心。哦，啊，这是个公款。是的，嘴会听痛。真的，你许多该快散哦，很好吃哦，因为有两种啊，它就掉出来色啦，它就拍色啦，我觉得蛮变化的哈。啊，咖发够嘞，紫色的、白色的，还有说什么椒啦，什么东西下去的话，但较口款。对啦，不过你下两组确实下来了哦，做啲比较一下嘞哈。对啦，玛莎很好吃。阳伞好吃啊，真的很会做人。你要说不牛看后生。两啥子好吃？哦，两啥子好吃？不，紧张的时间都留，马上先来抢卢师傅抢分分数。有没风水？你下看一下玄机师傅抢分数。卢师傅，看到你一片来讲。两片其實佢最主要散就都解個快散穿要扯扯，但是配嘅東西冇像兩面配嘅咧，唔叫加分叫香。一到配嘅咧蝦仁撈解個紅板肉，可能都喺炒嘅時間會注意，可能好做一啲啲餅，有點點冇按熟。還有熟慢要在切嘅時間，你嘅紋路冇注意到，有嘅輪有嘅變落硬硬，你很逆紋切幾張，會是來切切好遠。等一下哦，再慢慢教那个姐姐什么是逆纹啦哈。迅机师傅嘞。就像该卢师傅讲嘅啊，外山有较长啦，冇时间去超过较久，只就有较长一点啦。没有。你竟然不吃生的？快餐做的是上的吗？做的啦，做的咯。我是较松较绵嘅口感嘅较好啦。啊，几条做的？有老嘅小鱼干嘅梅头味就清好啊，有嘅海鲜嘅梅头，都就很搭配的清好呀。错，好啦，其实哦呀，白山那边发动多，不过呢，你看行系有一些的西片不比上发讲，煮到比较绵的、较顺的位啊，非常系讲做家的位嘛，该会提出家嘅米头，睇起来都做好起来。今日来看下白山甚至师傅这边做嘛嘅4个料理来搞大家咧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又到卫生之师傅的时间喽，今日这个来搞太干嘛该嘞？挑丝白山 Q， 挑丝白山 Q， Q 哦，都 Q。上次做饼，这次做 Q， 嘿，啊又买个食材嘞。好，来看一下。有个紫色嘅白山，还有白色嘅糯米椒，那这位挑根酸头、脆布，还有这个藜麦，减肥圣品哎。对对对，还有嘞，挑丝，然后红葱头，还有个沙拉酱。该两碗呢，挑住还有个胡椒酱。好，稍稍来做。好，太搞我看得到哦，好在喜好真美，哎，厉害美。好，这个沙拉酱，该沙拉酱啊，看起来老日本的沙拉酱冇强。凯撒。一
淮山个生应该时阵有老爱阿公有种过呢。真的哦有种过，种解日本解种虫解啊。有用水管的，一定要问一下。用水管，用水管。你要有后种么？冇好種啊！嗌種啊，本阿公媽嚟講，用糖鐵。為什麼要用身臨其境的方式演示呢？拍攝。佢簡單唱會講法會主吹，主持都懂吼。怎麼跟你會？啊，他出道的晚啦，哈。也沒有哎。好啦，按用啦，好，對。啊，我分兩隻 set 哦。嘿，今期按用有這個。好漂亮。有兩隻個。哦。怎麼你做的都特別漂亮？坤姐姐看的又。冒愛心的，你看這邊。哎呦，請講哦。哎，當講，哎，不轉機。哎呦，你真的很會用成語呢。那這個等一下我用嘛個放用鋪的嗎？哎，唔係，按用就做的用是按就整個的。哦，所以這個已經是熟的了。那等下會炒這個。因為你很不愛吃生的。不然跟兄弟一件事情，你專心做本阿婆是嗎？他忙。你上一次不是答應過年不會多咧，硬會煮本意思。阿婆，今年煮一擺過年啊，講吼，今年煮一擺啦。係啊。很難哦。很難哦。轉去就會碎木了。木都唔拉衰哦。哦，哎呦，就做6隻，藜麥。哦。全部會讓它最死行的食材。嘿，還用果鬆去。哦，你就盤你嘛。眾多師傅都呢啲節目吼係用埋個酥炸粉哦，你係用好控甜嘅藜麥哦。係啊，食到冇負擔啊。難怪經都經少哦。冇啦，有比較壯一點。哦，比較壯，真的不像這個人。吃什麼？哦，哎呦，就做的炒。像師傅幫我炸。哦，金針菇用炸誒，炸過呢會清香哦。哦，水分當多。正義哦。大家認真看一下記得多講哦。有冇蠻假嘅做啲哦？有哦，有哦。他的大概他孫女2歲在那邊。哦，拍攝，這唔得。好，老酒。有。哎，蒜頭、爆香，有絲哦，筷子。你用落去會調鹹麼？唔會。等一下，它會加水嗎？會。哦，東西炒香啦。你看你的小幫手。哦，拆開了。很厲害哦。婆媽殺手誒。係咯。好，轉小火。用切眼雞。要鹹嘅嗬。我睇到坤到某天副講切細細一塊一塊的哦。哦。切丁。麗月姐看得到嗎？看得到。哦。一條副講我本機剪刀擦哦。嘿。哦，這位。很快很準這樣。哇！辣椒沒有一顆還用不用落去哦？對，一點點。哦。還有該菜脯，會炒過菜脯炒過較香啊。哦，都油啦。你嘅切菜係撈馬沙學㗎呀？阿斌師傅啊，在旁邊。你為什麼要尬笑？互相交流啦。係啦。要該放蔥條。乜解？放蔥條。哦。蔥樹。嘿。而家長加水。我改咗嗎？唔是。姜會較鹹啊，就老水。哦。該調水要加酒嗎？冇。哦。啊，等一下我加嗎？哦，加一點點。看你的小幫手。很好。人美姐好哎。對啦，等一下也給你外帶回去。老公在旁邊哦。好。該買個調酒喎。不酒的。哦。會好了。哦。你買個？那個石條啊。那個條飲嘅石條啊。跟那個孫悟空借的哈。是可能。做得。做得了。哇！哇，佢又當針對喎吼。按用白氣了就冇共用了。對啊。對啊。
哦，摆上喜球嘞哦。很强。哦，改下铺个进去。哦，好聪明哦。嗯。因那是安永因哦。安永。安永做吼，当像个怀石料理。对啊。哇！那迄个问下看一下哦。哇！跳丝怀山球。按钮就好些喽。哎，我们这个虾子很厉害哦，这真的是炒虾了吧？炒虾的。蓝队没有。好，看到俩吃料理真有一些新法块耶。你看新块哦，你新法块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三叉下街头，该下讲，哎呦，小鲜肉给来黑马给，有给了吗？还忙呢，等下。好，先来出题目。好，用巴肚口感较好嘅淮山 ，A 筋丝较多 ，B 筋丝较少。猜拳，马上共答案。好，先猜拳才有答题权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要谁猜？你母姐来，菊姐来，多两边，来往前站一步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这个呢？好，但是要答对。好。先卡拍卡定选 A 呀，选 B。淮山啊，透时较大的呀，较少的呀。你阿姐啦，她那个博学多闻，对不对？她少的哈。确定，确定。那我们只能选 A 了。对啦。咱最想的选 B 啊，风最想的选 A， 不过答案系嘛解？答案系 B。系啦，你博学多闻啊。讲一下怎么解？好，淮山嘅筋丝较多，表示还蛮熟。建议买嘅时间呢，托筋丝加少嘅。哦，表示已经熟的。熟的时筋丝要较少啊。哦。我也选两只。就是这种根须好少哎，好，排泄，哎，感觉懂好色的。我是安永听啦，你是体育后啊，该石头不给你带专业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他脸苦涩那个，都得没做得啦哈。好，来分啦，来分啦。薄切应该不能吃吧？淮山是有淀粉哦。哎，淮山做的该外部有红梨啊，红梨是减肥的圣品嘞。对不对？那以后就把红梨放在猪油上面。哎呦，能够又破过的金针菇啊！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哇，谢谢人美姐呢，让你让呢，上走的来，对哦，好好哦。哎呦，我跳死了，跳死分样的啦。你也是人美心更美。哇！哦，见到见。谢谢。哦，你真的很可爱耶。还是啊？你学的系吗？没有。哦，来学看。该下学个看该淮山嘅水节咯，它好像是完全打成泥，哎，不系呢，它还有保留颗粒状，口感。而且是熟的，好像冰淇淋。嘿，全境冻酒，它就该讲就好咸哦，大皮安起来 ，Q 面面的。Q 面面。啊，佢炒嘅酱咧，你头时嘅酱。对了，好吃的。你讲熟对了哈。熟对了，你刚好跳，你紧血挺多哦。没有，我是在牙齿痛。好。啊，这2位牙齿痛的来。好。越好什么？我是米西一盒。绵密。该当不会用嘅金针菇嘅，真正冇嘢用食过嘅。大摆个盐酥鸡哦，叫佢过分啦。你就过分咯，拿来泡。唔过吼，直接拿来泡咪冻好食咧。就做啲晒嘅胡椒鹽就做啲食嘅。阿邊個你講看？呢最就係講，門講袂香鹹哦，你是個調時啊，你就好沖加到了嘟好了，但要摸梅台落去，而且因為甜梅就會出來，有鹹才有甜嘛。
又喊然后天然。係啊，睇家家下喊我劍下下嘅獎嘅獎喊，我加落去嘅白山哦，曾經係拄好呢。非常的拄好。嗰時候呢，佢有白山，佢從冰淇淋又有蛋糕呢，假嘅有冇又買嚟嘅，有冇紅梨又整牙口感，主要係乜嘅？飲絲嘅老糯米椒、老豆腐乾本身就會一出菜嘅，落到也地度呢，食份呢又創意又加好食。好，睇顏色知道好食，睇起搞好起來哦。唔過呢頭前哦，風吹及排泄得到2分。藍水加油咧！沙定好了，最杯米罐藍水真要加油咯！好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罐挑戰。我係太宗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指定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係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，先來看一下料理接力賽嘅題目係乜嘅？稻禾炒宋當。好，我以為又是紅綠燈呢。冇有。來，看一下主青嘅順序。好，你先來好咧。好，我操動我位。1、2、3。耶！哎呦，提耶！第三位。我看到你手都提這解咧。哎，真的。你有拜拜。哎呦。好，換我攞手哦，成日咧解炸好咧。來，1、2、3。恭喜！我未就拜拜啦。好了，呀，最杯米罐，行一個藍水，姐姐講，任美姐，加油咯！好，加油哦！好，他的必勝都寫出來了。我們紅隊也要加油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米罐嘅料理接力賽。馬上我哋進行嘅呢就係料理接力賽咯，鐵棒都已經準備好晒嘅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哦！好，馬上來東亞那邊先來看一下哦。來，可以一起往前幫忙一下。哎，走，我們再停手。好了，幫你保鮮膜可以剝掉。啊，今日做嘅送檔係嘛嘅？雞肉撈，還有呢？哦，你要拿嗎？我要湯匙。不行，你不能做，姐姐。我拿過來了。我知道你們感情很好。給黑馬該牛嘞？給香鋪牛。哎，我們這個蝦子很厲害。哦，這真的是炒蝦了吧？炒蝦了，真太雜了。嗯。要繼續嗎？剛好藍隊沒有。所以今日倆頭水咪算係海陸餐啦，哈。係。哦，還有芥蘭哦。係喲。轉青，要做料理，你們在家裡用3年有一起試過嗎？冇呢。因為什麼你知道嗎？你們都懂不懂？酒。今日來做實驗性挑戰啦。對。所以錄嘅書姐就芥蘭拍米酒到胡椒粉嘛，哈。有。好，等一下這樣都正了，油溫最低，可是已經可以了哈，天數寬帶哈。好。耶！你阿爸唔會緊張咧哈。誒，我老大家講，體檢館嘅書姐冇得到分數時，應該講啊，強當然啊，即係感覺會緊張啦哈。那現在還會嗎？緊張的啦。緊張。點點樣都緊張。姐姐，我們老大家講一下，你家下做係乜嘅？雞肉。哦，強下都喎。啊，記得咯，你阿頭出嚟叫雙丁，所以總得切挑哦。冇挑。係丁。你錄嘅書姐做啲變咗酸挑啊，先做其他呀。誒，你阿火鍋煲佢。紅燒啦。條魚。哦。切條魚。哎呦，因為上講到兩種嘅牛變落鄉下嘅。啊，因為等一下唔係等，唔係全家拿來煎哦，我拿來泡。我拿來泡。哦。你看記得幾切嘅三角形哦，像個那個硬果強溶，現在會差唔多太細啦。T23係矮咧。好。我哋啊，揾依嚟啊。嘿，你唔散多。皮色啦。又拿嚟。好，我借你5秒。好，揾緊。三角形哦。張慕謙，對你的對上的功能越來越少了。做乜嘅揾緊講？因為我督導嘅組員啊，出都好厲害咧。
当然啦。好啊，撒哈拉还有切谁的罐哈？然后用慢切，葱油，用量哈。现在切片的吗？哎，葱油用切的，这个怎么切三角形？破开了，破开来，破开来。嘿，安样嘞？哦，上高兴啦。哎，好，那先来铺一下cái肉果还有cái然后现铺也係现鋪。给先破。好，然後火油拿你們試看一下。好 Hello， 差不多。好，我要那个苗呢？用我哋啊，我直接这样落去做对嗎？冇剪到啦。哎，为什么不炸钩啊？它没有那个冇呢。冇水分啊。果油啊，原本是熟的东西啦。好，我们要选枸杞耶，好人家导演那种点点。哇！用文摸。你系鋪乜嘅？给香油，这样还要不要再炸？有够酥吗？有够酥吗？来，好好吃哦，要不然你买？我自己炸的，自己给它口味哦。自己炸的啊。挺厉害嘞。对啊，我炸的啊。誒鋪咧好冇容易呢，咁簡單呢。將會出貨人。你看，好多人哈，全部想吃了哈。等一下一起捞起来，有没有？那个小刚才那是张伯先小勺子，你要全部撈到那，你有熟的嗎？過來呢度。那英管不是普通油吧？不用呢度，再撩起來啊。你看，等一下剪然后油，我们用洁皮，嘿，这样对，用加油啊。嘿嘿，对。那你要不要一边让它煸油了？好，比较快哈。蝦仁係用慢處理嗎？葱用破，炸锅嘿。哎，阿英，要最后选不用海底，那个在这里，等下聊，哎，给它下去。对，让它下嘿嘿去。嘿。我们要先拉油一下。应该也是一下下就好了。哎，现在的很快，赶快哦，变色就好了，不然会老掉哦。哎，变色就好了。好喽，好喽，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哈，好，再让它慢慢的煸油。好，好。你食啲啱過有冇？冇啱好食啊，好添口味啊！你慢慢选，你会选到嘴，因为它有一个香味冲出来。这你们剖完了吗？妈，因为等一下它会剖肉。佢確定係冰強下。都已经我很难用肉眼分了。等一下呛出来咪係用鋪嘅方式咯，先果油啦哈。好，差不多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通燒咯。對對，做得了嗎？有咧，有鋪咧。果油一下去做得了起來咧。哦，做得咧。啊，等一下個油很愛哦。哎呦，不用等啦。你看這樣子，金光閃閃。好，我來準備哦。那油先讓你倒落去。倒落去，燙吧，小心燙。燙哎，吧。很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還能猛炸？我知呀，溫了嗰個。好，啊夠放你。好咧，就做一冰咧，直接冰。停停呢，帶得係。小心小心，莫按慢慢太力啦，莫按太力。裝上玩到機了，當然會太力對我。等意哦。要快刷這樣對不對？哦，全熟哦，阿哥。做得哦，做得了，果油一下好，出個意啊。都可以。我切陣，哇，讚哦！當然啦。一呢圈係用果油嘅方式，按用合夾，未合腳。好，炸過來咧。冰到呢度機會，哦，啲油。好，做呢一片，炒。一邊炒。做呢一片落去炒咯。先幫你炒一下，等下炸過來可以哦，哈。哎，好棒！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力氣有夠。加一些米酒，哎，火會調細嗎？唔係，係對喎。
依就提香咯。哇！哦，要做在咖喱吗？哎，等那会好味的。差不多会好薏米粉的那个用白不用，没有水就不用薏米粉。哎，没有很多水，不用薏米粉。那薏米粉是要收汁的，没有很多水。哇，妈妈打架了。哎，这个皮好好吃哎。等一下再那个不要下去。好了，那个给它下去，对。哎，那个腰果也给它下去了。哦，拌就 OK 了。耶，调味。好，差不多了吼。安尼会标嘛该？安尼就会挑梅的嘛该。盐啦，菜好开心。好像小朋友去毕业旅行哦哈。你是那种国中生上家政课呢？吃蜜我们没有糖呢。要不要试糖？要试，糖。要试，还没有试味道。哎，总得走奔去走。加几豆哎，对，加几豆哎，这样。好，先吃米头，一点点。好了。他会买个挑梅。哎，等一下，该卵我打落去吗？妹呢？哪呢？好，不应该炒一下。一点点酒再下去。一点点而已吗？哎，这一点点。哇，姐姐，你都是对她女儿这样子吗？是啊。好，那她应该平常蛮紧张的。啊，好像加太多酒了。那枸杞款烂水嘞。好，让它煮一下。没了。倒落去就好。打开了嘿，安做得。好嘞。香哦嘿。哎，我老大家讲吼，两硬果哦，莫看伊安用复物的哦，是因为剖果以后，就是要等它安用长得焦香。因为你系用就是拍摄落去剖。这个做唔难多。哇，酒就加了吗？忙。加点酒啊个。哎，哇，来对你动就死心。肉松嘛，就这样肉，那个肉很有松。做得吃一得，做得吃来，来。可能猪肉还冇容易熟的哈。肉松嘛。肚好 QQ 哈。呀。哇！你看马个石木春油嘞哈，看起来差唔多嘞。差不多嘞。我倒数嘞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就要来试看吼，到底今日的台中铺系哪一组嘞？2次料理内容组都已经完成了，而且呢，就把节目全部冻僵，态色看起来都一样，应该很难评。试试看那米头。好。谢。先吗？好嫩哦。粉嫩啊。对，小 Q 姐，你吃到凉拌？当好吃嘞，哎，肉又嫩，下咽的又好吃。当然。丽月姐，你满意吗？满意。跟你在家里想的一样吗？味道？对。要腰果给泡的哦。对。好啊，问一下咱水，这是都几多做的？好吃啊。好吃咯。哪一家最好吃？不敢吃的，那个呀。大样都好吃。哦，冻会重音哦。咱水没吃到吼，你都风水做的冻好吃。等下问一下咱水做的巴拉比卜。好，攞嚟看哦。哦。你嘅肉味很好吃咯。系吗？又嫩啊。长咪咪哦，长嫩哦。小 Q 姐，你吃到凉拌？加个硬果有冇？冇硬好吃。啊，我先泡的啊。你嘅硬果係最好食的。係嗎？好啦，韓語咧。肉也好吃啦。你瓜沒好吃。就係硬果唔好食哈。李年姐，你吃了嘞？好吃。比较起来，它的腰果的，因为腰果比较没有我们那么香，没有那么香。你慢慢吃，你会吃到嘴末还有一个香味冲出来，很是油。好了，各家味道冇买强龙，阿姐，请个再一次老王卖瓜一下。又养一轮啦。又养哦。因為唔破嘅咩？哎呦，凍會講會，唔講我冇票冇分數啦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提前的一些來看盧師傅搶本分數。阿邊個選夢友？大家來看一下選舉師傅搶本分數。來，盧師傅搶公平。
你来讲，你老几个炒的，你个牛哦，挑下第一罐可能冇处理好，你白处理的吼，处理牛处理哦，穿地火两面煮牛啊，老甲盖牛穿处理哦，嘟嘟哦，还有了正炒叫鸡蛋调油，所以咱调油的香味啦，酱香味。你两面炒的穿冻头水。阿王ရှင်師傅，我爱食到个凤腿个，就食到个腰果个香味，还有个芹菜、鸡胸肉跟嫩度，还有那个下公个脆度拢都有。南腿个色那青酱有个酱香，哎，食到食凤腿个梅头就哈适合我了。对，哦。他觉得你们两个比较适合他啦。他是说小队长嘛。什么？好啦，其实老爹除了你讲正经的哦，动刀的技巧都伫度，唔好想讲其迄炒啊、停，包括我腰果的破啊，还刚用的切啦，你用的处理都有家嘅细片步都伫度。睇次咁樣好起來哦，因為比賽結果已經出來，風水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，恭喜風水有1分。哎呦！你打敗出上另外線，我嚟風水得到3000元嘅假彩券。恭喜！好，禮物拿出來，阿姐講應該16時咗，禮物比個錢還好好用啦。你係瑞士百年嘅經典不粘鍋。錯，必錯誒。係啊。唔是試過嘅瑞士，咪會用瑞士嘅鍋哥啊！哦，真嘅，恭喜！不卡煲嘅沒有幫過嘅啊！哦，差唔多。你冇會把，我唔係先煲嘅，你唔判得。一樣，送嚟送。差唔多嘅。哦，恭喜！再來談看啊，有個小曲子，你拜參加嘅心得，老太下講一下。感謝你製作單位有冇？啊，幫我哋拜機會啦，係來學習，然後咧做出了學習嘅經驗。他要哭了，你怎麼那麼感動呢？那唐哥因為佢係較好內向嘅人啊，我見面表現都好呢。按子寫什麼？啊，你把我過來嘛？哎，然後太感動了，麗月姐要拜，可以跟親家母一起來，一定是很特別的回憶，對不對？對，真的很感謝親家母呀，給我這次機會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有這個節目啊，真的。好啦，因為真係當難得看到暗號嘅一個情感下面暗號嘅情感，暗間呢又做得更好了比賽，希望這一次的回憶給你們一輩子懷念啊！下一次呢，我記得過來聊，好冇？好，加油哦！謝謝。恭喜！好，你下問一下啊，家發哥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來參加老嘅半樣強下，要買感想。我今日來參加，啊當歡喜啦。不管有得獎冇得獎唔重要，來參加一家之主的哈，實在當好，啊希望啊下一擺啊有這樣嘅機會啊，再個來加強來打拼，看哪度第一名。做得，你一擺就經驗咧，下擺吼就唔會按緊張咧，就會天天來做咧，吼，係咪？人美姐，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讓你老公強下有乜感受？來參加嘅節目，大家大家都有一條心呐，冇料理到地方，改進，係嘛？好，這樣。唔是改進嘛，其實料理出來，因為冇買清楚嘅答案啊，係咪？還現金啦，吼。當然現金較好啊！好啦，恭喜！唔講你今日講比賽啦，行家主要嘅呢，大家來教我一下料理嘅味道，咩互相來學習。就像家下呢，甚至師傅咩表現呀，冇叫我嘅快餐料理，大家都做得強下來學習，一家之主就等等大家強下來哦。冇唔錯哦，尤其係你阿伯吼，你阿師傅真經非常難得嘅組合啊！兩個親家母強下，還有兩公婆吼，做出當有愛心嘅料理，歡迎大家吼全國抗疫吼強下來幫人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等大家強下來啊，到尾嘅交流，互相來分享有冇卡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